就同大家介紹一間靚裝修，咁依間屋咧就錦繡花園8500型，實用面積848尺，跟住有個928尺嘅花園。咁依間屋咧係而家近期嚟講真係比較靚裝修嘅一個屋嚟嘅。大家可以見得到啊，有電閘門樓、電車叉電位，前面仲有一個前一位，有獨立門口，跟住呢度花園通道位8尺闊，一路可以泊車入去。停車位有電閘門樓，亦都有充電位。仲有個獨立門口，花園通道亦都可以泊到1-2部車。呢度咧就係後花園嚟嘅，咁其實依間屋咧成間屋都冇花草樹木㗎啦，打理真係好方便嘅，全部鋪晒磚，側邊牆身3面都係鋪晒磚嘅，側邊呢度仲有個比較靚少少嘅星盤位啦。如果招呼朋友喺度 BBQ 咧，打理其實就好方便啦。咁呢度有個玻璃趟門就入屋㗎。後院嚟講就比較方正，容易啲打理，鋪晒地磚。嗱，依間咧850型嘅1型屋，所以入門口嘅右手邊就係一個緊廚，呢度就係緊廚嘅區域，跟住左手邊就係一個客廁洗手間，跟住樓梯上去1樓寢區，呢度做咗一個特色嘅電視機牆身，咁跟住仲有個隱藏門，入邊就係儲物室，呢一邊就係一個客廳位啦。咁呢度可以擺電視，側邊呢度 L 型位置你可以擺梳化、茶几。飯廳位咧就係廚房對出呢個位置啦。咁跟住上去1樓同大家參觀啦，3房嘅間隔，仲有個閣樓。入門口樓梯隔離就係飯廳位，再前少少一個長方形嘅客廳，用玻璃趟門就通返出去後花園。飯廳位置樓梯下面仲有個儲物室。下面擺地櫃，上面就會安放啲大少少嘅電視機。廚房係緊廚嘅設計，用明火煮食，有個窗係望返前花園。客廁洗手間就細啲，所以做唔到企缸位。1樓係3房間隔，樓梯嘅左手邊第一間客房，依間係一間細房，如果擺床係可以擺到3尺嘅床，一般可以作為書房。隔離呢就係第2間客房，左右有透光對流窗，整體呢都比較乾淨企理。有位置可以擺啲收納櫃或者梳妝台。主人房間同隔離第2間客房空間就相若，左右亦都有對流嘅透光窗。浴室位呢就配備咗浴缸俾你，當然有窗係屬於名次。閣樓收納嘅空間呢亦都唔錯，但係呢度冇冷氣機，淨係得個抽氣扇嘅啫。如果大家對呢個靚裝修嘅租盤有興趣，記得快啲聯絡康臣。多謝晒，拜拜，下次見。